你 concern 嘅魚尾紋啦、眼底嘅紋啦，又或者可能眼會好容易瞓醒浮腫啦，可能色素沉澱嗰個嘅眼圈啦，其實呢啲全部都可以幫到手。咁眼紋第一時間已經係淡咗啦。大家好，我係 Aiko。我見到善陽咧，其實佢係冇眼袋、冇眼紋。呢一個咧，其實一盒已經有晒眼嘅精華加眼霜，咁其實一 set 咧就已經可以幫你做到提升啦、去紋啦、去水腫啦，跟住減淡你嗰啲眼下嘅紋啦，同埋減淡黑眼圈。咁所以基本上你用咗一排之後咧，你一上個妝落去，你就覺得自己隻眼係另一個人咁。家用可以塗抹式，好似即打咗 Botox 嗰個效果，因為佢裡面咧有50% 嘅西班牙嘅綠勝肽，即係類肉毒桿菌。所以你有機會一試上眼嘅時候咧，加埋一個向上提拉嘅按壓手法咧，可以幫你提升咗上去㗎啦。你 concern 嘅魚尾紋啦、眼底嘅紋啦，又或者可能眼會好容易瞓醒浮腫啦，可能色素沉澱嗰個嘅眼圈啦，其實呢啲全部都可以幫到手。咁好多用家咧臨床實證咗，用完一 set 咧，基本上咧可以預期咧有30% 改善咗嗰個皺紋，眼下嗰啲嘅叫做嗰啲摺摺啊或者乾紋。佢係冇油分啊，係，因為其實咧一山油脂粒咧係好難去㗎，因為咧佢個份量咧，如果你平時當就咁保健品搽，可以係1粒小豬豬嘅份量啦，裏面咧係有2支嘅，1粒星星係精華，2粒星星咧就係眼霜，咗佢啦，就後面篤出嚟。其實佢用嘅係好少嘅啫。首先係輕點咗上去先啦，係咪？輕咗上先啦，跟住其實咧你一度捽咧，一度咁樣自己拉啦。咁其實咧上邊眼皮都可以拉埋上去。按壓咗之後啦，跟住就再搽眼霜。所以一 set 裡面咧係會有4套。咁眼霜佢就有少少奶白色咁樣，奶白色啲嘅。同一個手法點開，然之後，其實我而家按摩咗一陣咧，即係我隻眼呢啲位置咧都精靈咗少少㗎。呢個效果其實你 keep 住日日用啦，呢一盒可以用到個零2個月度啦。眼紋第一時間已經係淡咗啦，跟住之後咧，你呢啲位咧，你唔覺得自己冇咁墮落嚟？係啊，精神咗啲啊，仲要係個效果幾靚。